2026年8月1日，常年期第17週，星期六。主題：當先知被證明正確時，已經太遲。今日耶肋米亞受審，佢嘅罪名係乜嘢？佢講論反對耶路撒冷、反對聖殿嘅說話。佢警告百姓，如果佢哋唔悔改，呢座城將會陷落。司祭同埋先知們亦都要佢死。佢哋講，這人該死。但係猶大嘅首領為耶肋米亞辯護，佢哋想起咗米該亞先知，佢亦都曾經講論反對耶路撒冷嘅說話。米該亞曾經講，耶路撒冷必成為一堆廢墟。但係希則克雅王並冇處死米該亞，相反，佢敬畏上主，祈求憐憫。所以問題好清楚，猶大會唔會就好似希則克雅聆聽米該亞咁樣聆聽耶肋米亞呢？還是佢哋會使到耶肋米亞閉嘴？今日嘅讀經省略咗另一個重要嘅例子，仲有一位先知名叫烏黎雅，佢亦都講論反對耶路撒冷嘅說話。佢逃走去到埃及，想保存性命，但係約雅金王派人去追捕佢，佢哋將佢帶返嚟殺咗佢，並且將佢嘅屍體掉到去平民嘅墳地裏邊。所以耶肋米亞企喺兩種記憶之間，米該亞被聆聽，烏黎雅被殺害。耶肋米亞又會點呢？對我哋嚟講，答案似乎好明顯：聆聽先知，悔改，祈求憐憫。但係對耶肋米亞同時代嘅人嚟講，呢個並唔明顯。佢哋相信自己係無辜嘅，佢哋睇唔見天主點解會憤怒，佢哋亦都無法理解點解審判會嚟到。亞巴郎赫舍爾曾經咁樣寫過：我哋最大嘅悲劇係睇唔見自己嘅罪。當人睇唔見自己嘅罪嘅時候，先知嘅說話亦都無法幫助佢。呢個並唔單止係古代嘅問題，呢個亦都係我哋嘅問題。我哋生活喺一個擁有可怕力量嘅時代，核武器能夠毀滅文明，消費文化正喺度將受造界變成垃圾場，氣候變遷已經喺度傷害窮人、土地同埋未來嘅世代，人工智能亦都帶嚟新嘅問題，人嘅尊嚴、權力、真理同埋控制。但係好多人仍然唔願意被呢一啲聲音打擾。呢啲警告我哋嘅人，時時都會好似耶肋米亞一樣被對待。有人稱佢哋為叛徒，有人稱佢哋為麻煩嘅製造者，有人講佢哋太消極。但係有時候最令人唔舒服嘅聲音，正係最愛我哋嘅聲音。猶大嘅悲劇係歷史證明耶肋米亞係啱嘅，但係到嗰個時候已經太遲啦。而喺我哋嘅處境中，代價甚至係更高。一場核戰爭或者一場生態災難，都會將係太可怕嘅代價，唔能夠只係為咗證明我哋嘅先知係啱嘅。願耶肋米亞教導我哋喺太遲之前學會聆聽，願我哋唔好對自己嘅罪視而不見，願我哋聆聽嗰啲維護生命、真理同埋受造界嘅人，願佢哋嘅警告帶領我哋唔係走向恐懼，而係走向悔改、歸依同埋行